观众朋友，今日讲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讲起台南，大部分的人如果认为讲，入面係咧大部分都係我哋嘅好多人，但是我哋根據我哋客家委員會嘅統計，其實睇我哋嘅府上，係咧差唔多有13萬嘅客家人，算是全國嘅排名話有到第10有一啲名次吼。但是我哋對幾多嘅兩個地方，我哋會發現講，我哋平常看看落係好多人係啲鄉鎮地方，其實以前係我哋嘅客人帶。嗰時也拜我哋咧台南嘅竹門國小，同我哋客家委員會，同時我哋咧台南市客家委員會共同辦理啲客家文化、客家文化發展嘅一啲示範計劃地方，我哋都發現到講，其實喺我哋咧台南嘅嗰度鄉鎮地方，如果同我哋客家人咯，我哋馬上分享今日來賓，甚至我哋竹門國小嘅教授。建成全教宗來到現場同人分享講，馬街安度客家文化發展嘅示範計劃，我哋馬上分享今日來賓，教宗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大家好，我係竹門國小教宗簡成全。歡迎校長今天來到我們的現場哈。那頭一開始就講到講，因為講到台南，他講議論認為講，應該係全部都係好多人。但是我哋對你的算是我哋的研究地方地方，我哋會發現到講，其實在台南有些地方其實是我們所謂的客地，它原本是客家人。可是是不是先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先說明一下，什麼叫做客地文化發展示範計劃？客地文化發展示範計劃，它有2個主要的精神。第一個精神就是你是客家人，可是你不會講客家話。那這個計劃就是希望說這一群不會講客家話的客家人能夠知道自己的歷史跟自己祖先的淵源。那第二個精神就是說，我們一般大眾不是客家人，他們對於客家文化比較不了解。那透過這個計劃，可以讓這一群不是客家人的一般大眾能夠更深入了解客家文化之美。等於你講也要基本有兩面啦，哈，睇你兩面你講，你這個係行人，但是你這個已經唔係你行人咧。聽嘅兩面你講啊，你這個唔係行人，但是你這個可以欣賞客家文化嘅。但是我想舉到睇嘅問題講，家人方啊，就用個地講，譬如講，用乜個證據，用什麼證據去證明說，哎呦，你是客家人？在走讀跟採訪過程當中，那我們有去詢問過專家學者，通常可以透過幾個方式去了解一下。第一個可以從你的祖籍，所謂祖籍就是說你的家族在中國大陸的原居地，如果說這個地方是客語區的話，那你遷徙到我們台灣這邊來定居，那你的祖籍是客語區，那你就很大可能是客家人。那第二個方式就是從你祭拜的祖先的貢品，我們一般非客家人的閩南人，他們的貢品通常都是菜碗，就是一碗一碗的菜肴。我們說，那客家人都是會用三牲，那三牲就是用整隻的魚，整隻的雞跟整塊的豬肉片。那第三個方式就是可以從你的祖先的墓碑上面會通常會寫出你們的堂號，或是祖籍地在哪裡，可以透過這幾個方式可以了解說你到底是不是客家人。等於如果其實要對幾多人來講嘅話，用這個日常生活地步可能到嘅一啲情形去判斷這個係咪客人。好，譬如講頭都有講到講，這個祖先係咪對於中國來啦？哈，這個是祖籍的問題，你是不是從中國來的？第二個就是說你在日常生活裡面的表現，其實就可以判斷得出來。譬如講到一件事情啦，哈，真的有一啲故事要同教眾來分享一下，因為哈，我有啲朋友啊，哈，佢係個伎倆，一次覺得這個係好多人。但是後來有一擺到高中嘅時候，然後佢都發現到講，而家高中嘅同學睇我哋講清明節時，然後一定會是春卷。我哋講寒食嘛，哈，春卷，但是伊都講說，原來伊都卡從來冇食春卷過。聽伊都講，伊都發現那個伊都卡差唔多過年過節，哈，冇得講伊做後事嘅時節，伊都卡如果做嗰種牙婆都準備嗰種小湯圓啊，哈，你講西洋版嘅，你睇後來伊都問我，原來伊這個咪係客家。你們還都國中以後，從他的生活裡面，他們才發現說啊，原來我是客家人。那以一個國小來說的話，在這樣的示範計劃裡面，他是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啊？其實以我們竹門國小為例，我們竹門國小是位在
台南跟嘉义交界有一条溪叫头前溪的附近。冇錯。那我们学校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在头前溪的附近，那我们有发现头前溪沿岸都有很多客家聚落。那第二个，我们学校又是白河区乐龄中心。那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客家文化的记忆都是在长者的脑海当中。那乐龄这个东西就是说让长者来学习。那透过我们学校这个一个中介的角色把我们课底的长者的记忆借由课程跟孩子的互动让它唤醒出来。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学校附近的学校像内角国小河东国小跟裕丰国小这几个学校其实附近也都是具有客家族群的一个元素。那透过我们策略联盟方式那在公所的配合之下跟协助之下，还有我们在地的文史工作团体跟工作学者他们的互动跟协助之下，等于是说我们学校办理一个口烫的南宫口烫的角色了，把这么多的资源跟以前的一些文史资料重新再拿出来爬书跟整理，让我们白河在地的原本的客家人重新知道说原来我们客家文化是这么的令人喜欢跟向往。讲起口烫的这个角色能够通口啦哈，这角色真的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角色。但是唐凤来等于讲也基本已经发展了几久诶，因为刚刚你有提到就是头前溪沿岸都是客家庄，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里面，是因为之前就已经有学者做了相关的一个调查了吗？是，这要感谢我们白河区的那个有一个刁妈靠文教协会。有很多前辈先贤他们在早期就有做很多的调查，那我们发现其实在后壁白河东山这一块，我们号称府城小客庄它其实住了蛮多客家人的。那有分几种客家人，第一种就是所谓的原客，就是在清代的时候从中国大陆渡台湾海峡到这个地方来居住，可是这群所谓的原客大部分都不会讲客家话，所以也是我们课底计划当中很重视的一块。那第二种就是所谓的北客，就是日治时期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伊阿回虾就是日本人在那边种植科卡，所以引进了很多苗栗新竹的客家人到我们那边来工作。那这群客家人在战后有些回去了，那有一部分就住在原来这个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台南市政府跟我们台南市客委会非常重视白河后壁东山这一块的原因，因为这群客家人的后代跟他本身还会讲客家话，因为他们来的比较浅，是时间比较近，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一群所谓的北客，让我们竹门国小在承办很多计划的时候都是跟客家相关。比如说我们竹门国小是台南市唯一一所客语结合12年国教的学校，那我们学校也积极在让孩子们习惯讲客语，回家能够让他的阿公阿嬷跟他们习惯讲客语。那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带的孩子在过年前，然后提着自己画的灯笼到我们的庙宇，然后用客语沿路跟长辈打招呼。结果在庙前有一个应该是印象中是80几岁的阿嬷，她流下眼泪来。为什么？因为她说她这边住了30几年，从来没有听过孩子在那边讲客家话，那第一次听到有孩子用客家话跟他打招呼，他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觉得学校应该再积极推动这样的相关客语跟客家文化的推展。唐后真是我感觉到真是我感动啦，因为睇一啲而家因為講全部喺客家莊好老莊嘅地方，然後從事應該搬到過來30年冇談過誒。頭高中有講到講其實這個客家人分兩個，一個是原客，原客可能真的是來台灣很久了，而且從此跟一群閩南人混居之後，他真的可能也不會講鄉音了，就是我們客家話。可是我們2次移民的，從北部移民下來的，因為他其實來到台南的時間夠短，嗰時候以前可能蠻記得。那這樣子，我們把客語融合12年國教的話，
有像那个，我们为什么是客语融合12年国教？为什么不是闽南语？对，好，他后面有安的想法吧？像我本身到竹门国小服务，今年是第6年，我印象很深刻，在107年我刚到竹门国小服务的时候，我本身有疑惑，在学校学区里面都没有人讲客家话啊，那为什么我们学校要申办客家相关计划？那我曾经也跟主任讨论过这件事情，然后一开始我们决议说，那就不要再申请。当我们不申请的时候，教育局的长官就打电话到学校来说，不行，竹门国小一定要申请。那我就借由这个机会问一下长官，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申请？后来他给我一个答案，就是说目前台南市聚落当中还会讲客家话，就是在竹门国小的学区，所以可见竹门国小其实是台南市它的学区是台南市发展客家，不管是客家语言或是客家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把这样的想法透过我们的班庆会跟家长去做一个沟通，甚至老师，因为老师是要第一线要教学生的，所以我们利用周3下午，利用2年的时间，从头前溪的上中下游，我们委托我们在地的李龙天主任跟李龙忠老师，带着我们老师这样探访各头前溪沿岸的客家聚落跟文化，老师才知道原来为什么竹门国小要申请客家相关计划，为什么竹门国小要推动客家文化，以客家文化当作学校的特色发展，那才有一个立基点跟孩子去说明。那也是这样子一个基础之下，家长慢慢的可以接受。一开始我有一种感觉，一开始的时候问当地的家长说，我们这边有没有客家人？没有啊，没有人会讲客家话。到现在跟他们讲，我们这边有没有客家人？有，对，他还要跟你讲说在哪里哦，甚至会说我可能也是客家人。对，可是谈好了，你会发现到讲，其實喺藝登常常我意味講，全部係好多人嘅台南，其實喺東山、北河，還有後邊嘅什麼地方，其實咪幾度會講客嘅行業。有時候我等我喺條節目，我同講，有一竹門嘅時候，我去把我等客家話用客存12年嘅教育地位，我等休息下馬上過來喲。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台南竹門國社會健身場高中，來到嚟現場同你分享過馬家人的客家文化發展示範計劃。我就想問一下高中，因為頭先已經講到講，已經把客家納入我們的12年國教底位嘛，但是其實也得可以歸多為我們的以客家為主的一個算是縣市裡面，其實將客語納入12年國教，其實他們還算是做得很順手。可是對台南來講的話，你們當初是用什麼樣的角度，或者是怎樣的想法去把客語的文化納入到12年的國教裡面去？我們竹門地區其實不像美濃這樣子是屬於客語的優先主要的語言區，所以我們在思考說怎麼把客家不管是語言或是文化納入到我們課程裡面。我們跟委員講一個點，就是說我們不能像美濃這樣子完全把所有的課程變成客家話，這樣會變成說孩子跟老師們在基礎不足之下很難去推動。所以我們最先的做的就是說，將我們的彈性學習課程。什麼叫彈性學習課程？就是說學校可以依照自己在地的特色去發展自己要發展的課程。那我們學校的特色，最大有一個亮點，就是其中一個亮點就是食農教育。那我們就把食農教育當中的一些常用的語詞，或者是常用的一些生活用語，用客家話帶進來，讓孩子熟悉了解。那透由這個慢慢的語詞的了解，然後深入到片語或是生活當中常用的用詞，再慢慢的一步一步來。當然我們必須擬定短中長計劃啦。目前我們竹門國小還是屬於短期計劃的後階段，
现在在规划说怎么迈入到忠诚计划。忠诚计划就是说，我们除了在学校中讲客语之外，我们是希望说孩子学到这些客语，能够把它带回到家里面，让原本会讲客家话的阿公阿嬷也愿意在家庭中跟他的孙子讲客家话。那长程计划是什么？我们是希望说学校的老师在上课当中，不管你是不是客家人，都能够讲一些客家话，这样在学校跟孩子互动当中，能够沉浸在那种客语的环境当中啦。所以我们其实是以这个基础点去发展客语结合12年国教。假如听到这里哈，我是阿公阿嬷的话，我会赶快打电话给校长说，赶快进到忠诚阶段，因为我相信对几多阿公阿婆的讲法，也真是会希望讲也要顺呢。从学校回来之后，可以用客家话，至少简单的问候，或者是打招呼。我相信很多阿嬷，就像刚刚高中的讲到讲，这个听庙堂前面那个阿婆堂多爷爷声音的讲法，一路开始流泪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的阿公阿嬷知道说，原来忠诚计划是这样子的话，我会马上打电话给校长说，请你赶快进入到忠诚计划吧。因为其实对几多位能够参与啥的讲法，也真是我会希望谈到，但是至少谈到讲，其实你这个嘛地讲，睇我哋咧中文嗰時候，更加一啲情形嚟講法，冇辦法像闽南啦、像屏東啦，有本土我哋用客家嚟講法嘅地方，我哋都出隻希望講，我哋上課都可以用客家嚟講。但是睇下你已經幾久冇講客家嘅地方嚟講嘅話，其實先幫我哋學生嘅地方，我哋日常嘅客家和日常的用語，跟結合我們在地的一個產業文化。因為其實我們從這次的那個一個繪本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到，好像有這樣子的一個蹤跡，對不對？對，我們這一本繪本其實是以我們在地的故事，沒有錯，跟在地的客家人他們生活點滴為主。那我剛才有提到說，我們那邊有一個日本時代的魚回蝦，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東西，那只知道說好像白河區還有人會講客家話，其實就是這群人在當時候在那邊種科卡所留下來居住的客家人。那我們就借由這個故事，然後把客家人如何從中北部到我們白河這邊來開墾奮鬥，到目前因為我們白河地區目前可以看到客家的元素有2個亮點，第一個亮點就是宗祠，第二個就是煙樓。所以我們這次客邸文化示範計劃，我們就是上半年就是以宗祠，下半年就是以煙樓為主題，讓我們在地的居民跟孩子透過走讀的方式去了解說，原來我平常所看到的宗祠其實是跟客家人有關係耶。那我平常所看到的那個民居高高的凸出來那個東西，我們稱為太子樓嘛，煙樓太子樓，那個原來就是煙樓，讓他們知道說，原來我生活當中觸及可得或是眼睛所看到都有客家的文化所在。那我們也是透過這樣子一個繪本，讓孩子跟家長更能夠借由這個繪本更貼近、更了解說在地的客家故事。對，因為這個繪本裡面有一些單詞，它把它已經換成所謂的客家人的用詞裡面，也就是說，從你們我們周遭的一個生活環境裡面去，我們算是最簡實也好，或我們去篩選出真的把你存下來的客家文化的部分。從頭講到宗祠的部分，像以現在來說的話，宗祠哪一邊還可以看得到客家文化的影子呢？以我們白河為例，我剛去的時候，我也有一個疑惑，客家宗祠在哪裡？後來經過在地的長者帶我們去走，原來都在巷弄裡面，在民居裡面，有可能一座三合院裡面，它的正堂，那邊就是宗祠，你要走進去，原來這邊就是宗祠，所以其實白河當地的宗祠已經跟在地的人生活已經融合在一起了，這是一個比較有特色的地方，表示說在地人很重視這個宗祠，願意讓我們的宗祠跟生活結合在一起。那也透過這樣的一個走讀的方式，讓我們老師跟孩子能夠了解到，原來我們客家宗祠跟閩南人的宗祠不一樣的點在哪裡？我舉個例子，就是我們客家宗祠最明顯，第一個就是有一個
大牌，大牌。虽然我们这边的客家人已经算是客敌了，很多都跟我们的闽南人可能已经同化了，可是有些客家人还是维持他们在原来的传统，把那个大牌还留着。那虽然有些宗祠是用小牌，可是就会把那个大牌放在旁边。像我举个例子，以我们学校附近的沈氏宗祠，它是我们旧台南县时代的历史建筑，它的建造的时间点，推估是在乾隆年间，到这边哇，好几百年了。那这个沈氏宗祠，不管它的建筑风格跟里面的牌位摆饰，都值得大家去看，尤其是它的祖先牌位是龛中有龛，它是一个大龛之下还有一个小龛，那祖先牌位都放在里面。虽然里面的牌位是一块一块小块的，可是它把它原本的传统的大牌是放在旁边。那第二个就是它前面有一口井，它前面的井是听说是在地沈家，他们应该是客家人，因为他们祖先来自于我们福建省汀州府，那后来他们祖先就迁到漳州府的南兴县，然后再到台湾来，所以一般的学者认定他们是客家人。那他们那一口井是他们祖先来到这边居住的时候所开凿，让在地的族人一起享用的。第三个，当我们走进沈氏宗祠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进士的墓匾，那这个墓匾显示说，我们沈氏宗族的祖先，他们从以前到现在陆陆续续都有人考取过功名，没错，就是听说他们是在乾隆年间有一个沈氏宗族的祖先考取过进士，可是这一个祖先没有跟随到台湾来，他们来到台湾的后代子孙就把这样的一个荣耀，就把它带到台湾来，放在他们的宗祠里面，这个是代表着他们不忘祖的一个精神。那更值得一提是，这个宗祠旁边有一个100年的柑仔店，我相信如果说去逛宗祠，还可以让我们的长者跟孩子去看一下以前的柑仔店是长得怎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收获了。那个柑仔店很特别，它的窗户是用一片一片一片组合起来的，然后里面卖的东西都是我们小时候所看到的一个零食啊，一些食物，跟我们现在的一个便利商店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感受。那为什么这样的柑仔店还会存在着？就是因为老板娘她也是姓沈，他们家也是姓沈，他们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个100年柑仔店能够维持住，然后把这样的记忆能够让后面的孩子们知道说，原来以前我们的祖先在生活当中柑仔店是这么的重要。可是从亚伯基巴开始的发展的时间，像你们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其实现在算是前期的马团的嘛，我们马上进入中期，甚至到后来的后段。那归了的开始的时间，你们那个时候有跟同学算是我们的家长一起去开会讨论，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客家文化放到我们的12年的一个算是教育计划里面的时候，家长的反应如何？其实我们在试办这个计划的时候，它有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邀集在地的不管是在地的耆老啊，或者是文史团体来共同演绎。因为其实我们客委会不希望说这样的计划是一个烟火式的计划，他希望说未来你办完之后，能够让这样的精神永续在你们社区这边能够蔓延跟延续。所以我们当时候是有邀请我们在地的家长、长者，甚至我们的文史团体跟公所一起来讨论。那他们的反应其实说坦白的，一开始是不看好。可是等于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一定会怀疑的哈。对。但是怀疑一件事情，係咪都要把入嘅計劃停下來咯？下一段節目我哋呢教授我同講，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
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到節目我哋來自台南竹門國社會健身全高中，同你分享講，其實係一把客家文化表現我哋12年嘅教育地方時節，因為可以得說明費，但是說明費時節，我等你家長感覺到貴婦女。那個時候家長覺得，為什麼要把它放進來？那之後呢，用什麼方法去溝通呢？其實這要感謝我們學校老師啊，因為我之前有提到說，我們利用2年的時間，先行去了解白河地區的客家聚落跟文化。其實把這樣的資料跟家長分享，然後跟他們做說明的時候，他們發現，對呢，我們家原本的土地公廟八公廟原來是跟客家有相關。那我們家拜拜的模式，真的就像學校老師跟校長所說的這樣的模式一樣，又加上他們家的長者回去跟他分享說，我們是客家人，所以在這麼多重的交織之下，其實在地的家長他們其實不反對，只是說一開始他們不看好的原因是說，其實很多公部門的經費，從以前到現在陸陸續續都有到我不管是白河、東山跟後壁，可是後來感覺就是一個煙火式的，沒有所謂的永續跟延續，所以這一次我們台南市客委會開先河啦，在所有的全國示範計劃當中，只有台南市它是跟學校做結合。那時候我們客委會的主委跟科長到學校跟校長談，他們也是希望說能夠把這樣的一個精神跟計劃能夠延續下去，不要說經費沒有了就沒有了。所以在這樣的氛圍之下，跟一個目標之下，我們就跟家長做個說明，然後家長也很同意。那這樣子的一個說明會開完之後，那學校是後來怎麼樣去算是結合在客家文化裡面，然後推出一個有特色的課程？因為我們白河竹門國小是樂齡中心，所以它有6個據點，這6個據點都是客家聚落。那這是第一個優勢。那第二個優勢是我們白河區公所非常的幫忙，他願意用我們在地的他所知道的一些資源結合我們的課題計劃來執行。那第三個就是非常感謝我們的白河刁媽靠文教協會，因為文教協會裡面的很多先進，他們已經有調查過很多資料，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資源的整合之下，那我們教育單位就是以學校嘛，又結合我們其他3所學校共同來推動，所以可以說這次我們在白河地區辦得非常成功，小至幼兒園，上至到80、90歲，通通都有參與這個計劃，從學校走到社區，走到家庭。那也因為我們白河地區的示範計劃非常成功，來年我們要把這樣的一個成功典範移轉到東山，因為我們不希望說成功經驗只留在白河，應該擴及到整個台南市的其他區域，所以來年東山區他們要繼續做這個計劃，當然白河地區會繼續做。這樣聽起來是很好了哈，因為其實我哋談後了，我哋高中分享的地方，我都發現到講哇，真的係用一啲學校做中心，然後同時結合到我哋社區的資源啦，我哋公部門的資源。但是其實我談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你講，其實以一個學校來說，其實你做了很多額外的事情，有遇到什麼樣的困境嗎？當然就是說老師們想法，當然就是剛才主持人說的，我們單純教書就好。是。可是我們會跟老師講一件事情。教書的意義是什麼？教書的意義當然是要把在地的文化，把它融入到學校的教育裡面。雖然老師不是在地人，或許你是外地來的，可是現在你這邊服務嘛，你就要了解在地的文化。那所以就是在這樣個跟老師溝通之下，那我們其實老師也不會額外再多做什麼事情，因為我們的發展主軸就是以客家文化為主軸。很多的相關計劃跟社團就是以客家文化去做發展。舉例來說，我們學校的龍鳳獅，雖然目前是台灣獅跟一隻龍、一隻鳳，它很特別，它其實是不像我們一般舞龍舞獅這樣子，它的龍跟鳳是由單人去操作的。那很多人都說你這個好像是新的義政，其實不是。
我们聘请从北港来的吴登新教练，他有去研究，他说其实这个癔症其实是从清光绪年间就有了，是盛行在云林、嘉义、台南、高雄一带。那因为随着社会的环境的转变，所以这样的癔症慢慢的消失。那在很多学校推动之下，它有慢慢复苏的一个现象。那我们未来也会用客家诗搭配这个龙跟凤去做一个训练，目前我们已经有在训练了。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科技教育很盛行，那我们台南市教育局积极在推动生生用平板，大学校是生生用平板，小学校是生生有平板，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平板来进行所谓的摄影，所以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有开办所谓的摄影营，就由我们专门的导演带着孩子去拍客家的景点跟文化。那这边有很多明信片，就是小朋友拍摄出来的，由全校的师生跟家长共同票选出来然后赠送给我们的来宾跟孩子。那此外，我们学校还有机器人社团。那机器人社团现在 AI 很盛行嘛，那我们训练孩子的运算思维，让他们去跟我们的客家结合。比如说，客家很重视一个节日叫天穿日，那我们在客底计划成果展的时候，就让孩子跟外宾去用机器人操作，去体验、去了解客家天穿日的一些重点是什么。那当然，我们学校这么多的社团，其实大家听得出来，都是以客家为主轴，所以感觉好像学校做了很多事情，的确，可是这些事情都是围绕在一个大主轴下面。我想，就真的是种學校裏變成一個帶兩個伊個頭，嗰種帶兩個帶下，唔單止係學生嘅有這個嘅一個想法，但是它整個圍繞的就是以一個客家當成一個主題，然後學校當成一個算是領頭的一個角色，然後下面有很多不同的算是農復師也好，或者是我們的算是電腦的社團也好，其實都是圍繞這樣子一個主題之下去各自蓬勃發展。咁像我哋見面圖唔講嘅我哋呢明信片以外，我哋看到個折頁，這個折頁的內容是什麼？這個折頁，就是也感謝我們客底計劃這一次的執行，然後，那這個折頁有兩面，它第一面是在介紹這一次我們上半年的主軸，就是宗祠。其實白河地區有非常多宗祠，那透過這個折頁，我們希望說讓不管是在地人，或者是你是非台南市的一些民眾來到白河旅遊的時候，除了到我們白河賞蓮、泡溫泉、吃阿拉雞之外，也可以透過這個折頁去看原來客家的宗祠在台南是這麼的特別，這麼的多。那折頁的背面，其實它是呈現我們下半年的主軸，就是煙樓。後來我才發現，原來除了折頁裡面所呈現的煙樓之外，我們後續又發現更多的煙樓。那台南市唯一現在可以看到煙樓的地方就在我們白河，所以歡迎大家如果有到白河來旅遊的時候，可以透過這個折頁去找尋客家的煙樓跟宗祠。但是這個折頁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拿得到，或者是什麼地方可以拿得到？我們台南市客委會可以跟客委會索取，或者是你到竹門國小來，都可以到學校來跟我們做一個詢問。那這樣子聽下來的話，那未來呢？未來竹門國小或者是說這3個區域的發展會有怎樣的一個計劃呢？目前我們白河在第1年的示範計劃是以竹門國小為中心，然後去做一個整理，那好評不斷，效果不錯。那第2年是在東山去做執行，其實東山客家人也很多，只是說就像我們陳如剛才講的，很多人都不會講客家話，他也忘記他是客家人。那當然東山的模式又跟白河客家聚落的模式又不一樣。可是剛才誠如我說的，我們希望說借由這樣的成功經驗，能夠擴展到東山。那第3年未來或許有可能會到後壁，那把東山、白河、後壁這樣串聯出來之後，其實在這邊的不管你是學校端，或者是公所，甚至是你是樂齡中心，因為一個鄉鎮就有一個樂齡中心，這樣的一個結合，公部門其實可以跟民間團體，甚至學校做一個配合。我是希望是說未來
这3个区能够成为台南市一个典范，哦，发掘更多台南市鲜为人知的客家文化。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回到校长本身了，因为校长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应该开始在接这个校长的时候，也要怀疑说，我们为什么把客家文化带进来？那你自己这样子执行了那么多年之后，你自己的感想是什么？我感想是很开心，这个计划能够在竹门国小执行，因为透过这个计划执行，我也发现我是客家人。哦，你是哪里的客家人？我是高雄大寮。哦，是，大寮一般来说，大家也会直接就想到说，那可能是一个闽南村庄啊。是，因为其实我问我妈妈说，我们不是客家人，我妈妈第一个反应说，我们不会讲客家话，不是客家人。可是透过一些学者的分析，没有错，跟刚才我说的去判断你是不是客家人的几个方式，哦，慢慢的发现哦。我们应该疑似是客家人，只是说我们久了不会讲客家话。其实这样的客家人在台湾非常多。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把我们白河地区所发掘到的烟楼，能够想办法或是什么方式让它能够保留下来。因为我们在探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现烟楼一间一间的倒。像我们白河地区有一家叶家烟楼，它应该是整个台南市地区最老的一间烟楼，可是它也是面临到倒塌的一个现象，因为太久了，而且又是私人的产业，这个可能是未来要去思考一个点，不然所有的烟楼都不见了。然后我们再跟别人讲说，台南市唯一可以看到烟楼地方在哪里，就是一个问号了，而不是白河区了。没有错。对，是希望说这样透过这样的计划，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说，哦，原来台南真的有客家人。这是我们办这个计划，大家的反应是这样子，真的台南真的有客家人。觀眾朋友，看今日節目，我發現到講下一班嘅人去到台南、北河、東山，還有後邊嘅3個地方時間，唔知講模仿去點下來，看到講其實也係一定嘅人客大嘅一啲村莊，可能同我哋呢一啲好嘅地方，我哋都聽到我哋錄音嘅人用客話的講法哦。今天非常感謝我哋校長幫我哋分享安精彩嘅故事。謝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歡迎大家到白河來玩。休息一下喎，大家聽下啲聲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